为什么要用放影片呢？因为我没有办法准备53个水桶在这边。啊，但是呢，每次我已经第5次看这个影片啊，每次看总是给我很大的激励。你有多少人你被感动到，有被激励到的，可以挥挥你的手吗？我们感谢主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仆人的心智，仆人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，提升我们的地位，提升我们的地位。仆人的服侍，仆人的心智，使我们能够得到权柄。仆人的心智能够来决定我们的命定。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要服侍。当你认识神，你不是说我只要信，然后呢，相信之后呢，下一步就是你要开始来跟随。你就要开始怎么跟随呢？用服侍来表达你对神的跟随。而在服侍当中，却会看见我们很容易在服侍上面就妥协。在服侍刚开始服侍很有热情啊，我成为基督徒，我带着抱负，带着理想，我要来服侍神。但是当你服侍一段期间之后，开始有冲突、有困难，来自你的家庭，来自你的课业，来自你的公司，来自你的工作，来自你的生涯规划。我到底是要在教会服侍，还是我要礼拜6要去补习？我到底服侍神优先，还是我要先找工作优先？我到底要来服侍上帝，还是我要把我的爸爸妈妈跟家人答应的事情来关系要顾好，决定好？我相信今天的这篇信息不是只有对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，我相信也是对我们，对每一个人，而且特别对每一个你有心要服侍耶稣的人。牧师从1997年就决定要服侍神，1997到今天是13年前。服侍神，我那时候当然不是说服侍，那时候我也是在教会服侍，但是那时候我13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，神我要全心来跟随，我要用我一辈子来跟随。所以在13年前我做了决定，我就是要来读神学院，我就是要去考神学院。所以就在这13年的预备过程当中，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要服侍神，而且呢，我要做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我不要改变我的心智。当我要服侍神的时候，我就决定，我不是来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？要服侍人。我不是来这边成为一个牧师，然后我要在一个很大的教会，我要在一个人很多、奉献很多的教会，然后来受人家的爱戴和欢迎。这不是我要，而是主啊，你把我放在什么位置上？你把我放在什么样的需要上面，就让我在那个位置，在那个地方来服侍你。所以当我进了神学院毕业之后，上帝把我带到乡下的教会，而在乡下教会当中，你看到的是只有10个人。我们第一次去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和那时候是传道娘，和传道娘去的时候，只有12个人做礼拜，扣掉我跟传道娘，只有10个人做礼拜。在里面当中没有青年，只有一个青年大学生。而在这10个人当中，你说主啊，我怎么服侍呢？我要怎么样来替你做工呢？但是呢，我觉得仆人的心智，就像刚才影片当中我们所看到，利百加他不放弃10只骆驼，你要怎么打水给他喝？你要怎么喂饱那10只骆驼？你有一个心智，立定心智要服侍神，神他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帮助你。所以我就说好，那主我要来服侍，那我可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乡下什么都没有，好，牛最多，农田最多，还有外籍新娘也很多。那我可以做个外籍新娘吧，来关心外籍新娘。就从做关心外籍新娘开始，然后就开始进入到在教会里之外的服事。如果我要关心这10个会友，第一天我就探访完了。第一天礼拜天做完礼拜就去探访10个会友，就探访完，你根本就不用再做什么事情。如果我只是要做牧会，我只是在教会里面服事，1天就结束，那我还有5天到下个礼拜天再来的时候，我还有5、6天，我可以做什么事情？哇，我可以去做爱做的事情。其实，但是在教会，而且周报也很简单，都用手写的，有电脑也没关系，他就已经有一张空格的，就把上礼拜的奉献聚会人数多少直接填上去。填上去之后呢，就拿去影印就好了。你也可以这样子来服侍神。3年之后，反正时间到了，长老教会时间到了之后，你就可以派到更好的教会啊，派到更大教会。但是我告诉神说：“主啊，我不要这样子过3年，你不要让我在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子生活，只有10个人，然后跟这10个会友这样子面对面3年下去。”所以就开始很多的事工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一个心智就是主要服侍青少年，可是在这个教会没有年轻人啊。没有年轻人让我服务，没有年轻人可以服侍，没有年轻人可以带领，怎么办呢？
而就在这样子的期待当中，神就带我走了另外一条路，说你教会里面没有，但是教会外面很多啊。在柳营那个乡下地方没有，但是你去到新营，你看看台南县有多少？神让我看到台南县有180万人，在台南县这样一个地方180万人，虽然在柳营只有5万个人，在我们住那个村里面只有几百个人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去服侍这些人？说好主，我愿意试试看，我怎么去服侍？所以就开始用了一个协会，叫做青少年台南县青少年儿童关怀协会，自己发起的，自己做理事长，自己做总干事，自己写计划书，自己写方案，自己送去县政府，而且自己带了一台 notebook 去跟县长开会。他们在提报告的时候，就去放一段影片，说这是我们以前办骑脚踏车的影片。好，如果我们在台南县也办这个活动的话，应该对年轻人很有帮助。县长一看之后说：“哇，这个活动很好，全力支持。”在台下那时候还有台南县的警察局长、卫生局长、还有劳工局长，还有社会局的局长。然后县长就说：“各个局要全力支持。”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全台南县的骑脚踏车3天2夜的活动。我们带了120个台南县的青少年。好，这个现在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中间要付出的代价，我不会输给立百家提那53桶水跑上去跑下来这样6趟，不会输给他。甚至是你要自己骑着摩托车去绑旗子，当个传道，你要去路上绑旗子。你知道现在选举不是说插旗吗？我们也是啊，为了要找到120个年轻人去服侍他们，3天2夜。后来我们整条路上都是警察帮我们开道，因为那个太困难了。你要在3天2夜跑台南县的32个乡公所、市公所，还有镇公所，跟乡长、市长、镇长一起拍照签名。120个人要骑120台脚踏车，而且要住2个晚上。所以你光过一个红绿灯，你怎么过红绿灯？好，前面呢过个红绿灯，红灯、黄灯一变，前面就不知道骑到哪里去。那120个早就被卡得好几节。所以所有警察通通出动。台南县，你到了善化就善化分局，到了新化就新化分局，你到了关田就关田分局，他们出来站每一个红绿灯。哇，这个警察跟我们在一起3天，都不同人。但是呢，他说我们以前没有这么累过哎，只有阿扁总统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要这样子做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服侍年轻人，那些120个年轻人里面，教会大概只有教会里面找来的人，好，大概只有1/3到1/4，30-40个，其他都是70-80个以上，都是其他的台南县的年轻人。而在这个聚会，在这一年的活动之后，哇，他们非常的嗨，说明年我们还要。但是呢，也让我看到说，我要服侍的心志，好，真的是不畏代价，不畏艰难，不畏辛苦。但是我看到的是，当我决定要服侍年轻人，这几年我来到桃园，来到嘉南，看到我们年轻人的服侍，我很少看到我们年轻人服侍，你真的是这样子立定心志，要爱神，要跟从神。可能在教会，我被派到，我要服侍，我要带领敬拜。哇！我要被服侍，我要做招待，我开始有服侍，我来放投影片，在教会服侍大概就是这几样，甚至好一点的话，就出去带儿童营，出去带短宣，出去带其他的青少年朋友。可是都是只有一个期间，都是只有一段时期。那个期间、那个时期一过去之后，我看不到他服侍的心在哪里，我看不到他服侍的心智、服侍的心态，都只是暂时。我们今天各位年轻朋友，你们在这边，这个影片我不知道你看得懂多少，或是你吸收多少，但是你要服侍神。当你真的立定心志要服侍神，神要提升你。你立定心志要服侍神，神说你这好又良善、忠心的仆人，你有权柄可以管10座城。你知道我们的主任牧师郑牧师，他是我们新竹中会42间教会的董事长，他要管42间教会的财产。这42间教会财产不是那么好管理，有时候包括土地，包括很多里面这些教会他们要报税，很多很困难的问题。但是神让郑牧师有这样的权柄，可以管42间的教会，而且他做了一任董事长4年做完之后，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，所以就请他再做第2任，不让他走。所以当在他手上，他常常要处理这几百、几千万，甚至到上亿的这些土地财产的问题。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权柄？郑牧师从他当牧师的儿子开始，他就是一直在服侍。他说他小时候在教会就是开始排椅子，礼拜天就是扫礼拜堂排椅子，
然后呢，到他出社会当兵，他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教会。到他出去做生意、当事业、开事业、做电子词典、当了老板，他也没有离开教会，他依然在教会服侍，做主日学、做执事、做主日学校长、当长老，甚至还当总会，在总会里面参与付出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当他越忠心，神就把责任托付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他。所以到今天，牧师他已经几岁？有人知道吗？好，62岁。好，这牧师已经62岁。好，如果一般年纪来讲，62岁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退休。好，你们大概想到都是退休，脑海里面啪，我60岁，我不要那么辛苦，要退休。退休之后呢，环游世界。好，很诚实。好，但是呢，你可以看到，在我们的牧师身上学习，他62岁，他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他没有想要环游世界，他没有想要为自己说安排我的退休生活，他也大不了他可以退休，他儿子女儿都成家立业了，都可以赚钱了，他也可以找个地方好好退休下来。但是他依然在教会里面这样服侍。所以当你忠心的服侍，神把更大的责任托付给你。所以这牧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对象。还有很多在我们教会界，在我们中会，你可以看见有的牧师他在一个教会，我们现在总会的总会议长，他在那间教会，他从神学毕业派去到现在，他从来没有离开那间教会。多久呢？已经30年，30年都在同一间教会。他30年这样讲，30年52个礼拜，用50个礼拜来乘好了，30乘以50等于多少？1500篇讲道篇都没有重复过，好，要怎么准备呢？好，他怎么去生出1500篇讲道篇？很多的牧师说，我在这教会4年，讲道篇讲完了，我可以换一间教会了。好，因为这样没有东西了，然后去另外一间教会重新再开罐头，重新再乱一次。好，5年、6年、7年。但是呢，他30年在这教会，好，他一直跟会友保持这样的关系，忠心在这个地方。但是让我看到，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在教会有热情，你在服事的岗位上面，你愿意，你顺服，你有能力，也有恩赐。但是当你离开教会，特别这几年让我很失望。我们很多的年轻人，曾经是我们的小组长，曾经是我们的同工，曾经是我们的领袖。但是当他从这教会出去之后，他不是带着一个更大的热情在服事。当他离开这教会之后，他觉得我自由了。当他离开这教会之后，我放假了，我不用服事了。我礼拜6、礼拜天我不用去聚会了，我不用去小组了，我可以去打球，我可以去做我爱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去工作，我可以去赚钱，我可以去卖命给我的公司的老板。然后呢，他把神摆在哪里？说我礼拜天有去聚会。你有去聚会？你有没有服侍？没有。聚会时间到，我出现，聚会结束之后，我就走了。甚至我在这当中，我连跟人家团契、跟人家认识都没有，更不要说去服侍人，更不要说去为耶稣做什么。他不晓得他失去，他以为他赚到，时间变多了，我变自由了，我海阔天空了。但是他不晓得，他失去跟利百加一样祝福。利百加当他看到以利以谢来，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里面，你看如果24章你打开看，他是里面所有仆人当中，他有300-400个仆人，仆人里面最老的，待最久的，亚伯拉罕最相信他的。所以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99岁怀孕，100岁生了儿子，儿子都长大成人，准备要娶老婆，都快110、120了。他的仆人老仆人到他面前，所有人包括我太太，我只相信你，你要去为我找一个媳妇，因为我的儿子他所要娶的媳妇很重要，他所要建立的家庭，他所要生出来的后代是神所应许的，神所赐福的。所以他就找了最老最忠心可靠的仆人，而以利以谢就这样去，而且要去之前如果你看圣经，是叫以利以谢把手放在亚伯拉罕的大腿下面。为什么？好，郑重的发誓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，我相信他绝对不是站着，好，也不是坐着，应该是躺卧着，躺卧在床铺上，叫以利以谢在那发誓。而当以利以谢去到水井，看到很多的妇人，他就祷告：耶和华，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，帮助我今天遇到好机会。